有一位小姐昨暗时伫咧台中山路一个无青红灯路口，人有行伫咧过路线顶头，要行到对向的时阵，疏忽一台无减速的奥多摆撞落去。当地民众表示讲，这个路口常常发生这轿车、奥多摆无让过路人的情形。台中市交通局会勘了后，决定要来加设号志。交通部也讲，就算无号志，这过路人也是有优先路权，赛车、骑车拢爱先让人过。徛伫马条线两边看路口无青灯往来车无一台停让，查某囡仔两边一直看，总算等着无车要行过车路。当时阁有两台汽车、两台机车甲伊相闪，到底要到位的时阵，煞一台开正紧的机车弄一个飞起来，伊甲加龙的人两个拢受伤，互人送去病院。双方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重机左侧车身受损，双方均有受伤，呼吁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应礼让行人。查某囡仔面目睭皮拢有破皮，身躯3位骨折，留院观察，好佳在清醒，无性命危险。转来到这位伫台中区山路沙田路的大路口，当地民众讲常常有车唔让人的情形。虽然警方会来处理，不过警察无伫哩又搁共款，会当讲是危险的路口。台中市交通局下晡到现场会勘，决议增设青红灯，也甲万字标示。交通部路政司是讲，就算路口无青红灯，行人徛伫马条线都有优先权，若做车无停等，会当罚。那如果不暂停让的话呢，会有相关的一个罚则。那如果肇事的话，甚至还会有吊销或吊扣驾驶执照的一个处罚。那这个部分是在一般有号志的路口或是无号志的路口都是适用的，也就是只要行人站上的行人穿越道要过马路的时候，汽机车的驾驶人就必须要停让。无设青灯路口主要是车流无真济，暗固定政府原来会当变通设计。来看台北市民生社区，原来有这种无青灯，暗固有马条线的路口，市政府就设红色的真显目慢行标志，提醒注意行人。高雄市政府嘛有试办伫涂骹设反光标线，提醒用路人注意无青灯的路口。立法院原来伫今年4月通过修法，无停让行人最高会罚到6000块。一般有青灯甲无青灯的路口也拢适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